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李彤，我係吳秀華。咁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曾蔭權同梁振英見面，話會做好交接工作。梁振英就感謝曾蔭權同公務員隊伍。完全唔係只要去中聯辦嘅意思係好清楚嘅。當選咗之後呢，就應該開始籌備去北京接受任命。梁振英話去中聯辦係跟進內地支持香港嘅措施。根據港鐵票價嘅可加可減機制，最多加價5.4%。5月底落實加幾多？詳細嘅新聞內容，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同行政長官曾蔭權會面，商談交接工作。咁兩個人都話會盡力確保交接順利嘅。係啊，梁振英又話啦，感謝曾蔭權同埋公務員嘅努力。陳婉容報導。當選後第2日，梁振英去到行政長官辦公室同曾蔭權會面。首先祝賀你先，多謝，真係再次祝賀你。係衷心嘅，我唔係單純我個人，就係代表我嘅團隊同埋我嘅同事。在場嘅仲有特首辦主任梁卓偉同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劉燕以及部分官員等。之後兩人一齊見記者，曾蔭權重申會盡力安排兩屆政府順利交接，又呼籲市民團結支持梁振英。作為行政長官嘅工作係任重道遠，我同埋我嘅團隊都會全力去支持梁振英先生。我亦都希望借個機會呼籲全香港嘅市民，選舉以後我哋都要團結一致，支持CY。而梁振英亦都話會確保交接順利，又讚揚曾蔭權同公務員隊伍。我對佢喺過去幾年喺行政長官呢個職務上為香港作出嘅貢獻，我向曾先生表達咗我嘅敬意。落去呢段期間呢，我仍然有好多嘅事要向曾生以至佢嘅團隊呢係多學習。我會確保喺嚟緊嗰幾個月裏邊嘅交接呢係做得順利同埋成功嘅。曾生外界咧都話你支持唐生，你擔唔擔心CY上場？兩人冇回應記者提問就離開，而場外就有10幾人示威，要求梁振英同基層市民會面。亞洲電視記者陳婉容報道。梁振英又去到中聯辦同主任彭清華以及副主任李剛會面，佢否認係去謝票，咁強調只係討論佢訪京接受任命嘅安排，以及點樣善用中央嘅支持。歐志良報道。梁振英同行政長官曾蔭權會面之後，第2站去到西環嘅中聯辦，逗留咗大約1個鐘頭。佢離開嘅時候，中聯辦官員包括主任彭清華同埋副主任李剛送佢出門口。梁振英之後翻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係咪當選咗就唔答記者提問㗎啦？佢話雙方商討過去到北京接受任命嘅安排，亦都討論過點樣善用中央嘅支持。咁呢個支持呢，包括CEPA，包括12年規劃，包括李克強副總理舊年8月訪港嘅時候呢，提出咗36條俾香港嘅支持同埋優惠政策。我好想第一時間跟進，因為喺競選過程當中呢，好多不同界別嘅選委呢都有向我提出，就希望我能夠當選之後呢係關注呢件事。梁振英之後再被問到去中聯辦傾咗啲乜嘢？為咗謝票，頭先個內容大概傾咗啲乜嘢？完全唔係只要去中聯辦嘅意思係好清楚嘅。當選咗之後呢，就應該開始籌備去北京接受任命。去中聯辦呢，先過去立法會同埋終審法院，係咪即係中聯辦比行政立法更加重要？係，呢個主要喺個時間上安排。梁振英又話 CEPA 同埋12.5規劃以及副總理李克強提出嘅惠港措施，仍然有好多內容需要具體完善，請中聯辦轉達訴求。惠港措施提出6大方面嘅合作，包括大幅提升內地對香港服務業嘅開放水平，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嘅人民幣業務中心，以及發揮香港喺粵港合作中嘅重要作用。亞洲電視記者歐志良報道。
而梁振英晏晝分別拜訪立法會同埋終審法院，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同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會面。梁振英強調非常重視行政同立法嘅關係。歐志良報導。梁振英下晝去到立法會綜合大樓，先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會面，再喺曾鈺成嘅陪同之下參觀立法會會議廳。梁振英強調非常重視行政立法關係。剛才同曾鈺成主席呢交談，表達咗我對行政立法關係嘅重視，對立法會嘅職能作用嘅重視。我期待呢日後我領導嘅政府，即係香港行政機關呢，能夠同立法會同埋全體嘅議員呢好好咁合作。梁振英之後去到終審法院同首席法官馬道立會面。佢又話希望能夠盡快同唐英年同埋何俊仁會面。亞洲電視記者歐志良報道。各界關心梁振英點樣組成管治班子，以及同現有政黨合作嘅問題。多個政黨都開始表態，有政黨擔心新政府欠缺管治威信，難以得到立法會足夠支持。黃翠芝報道。喺特首選舉中，民建聯同工聯會嘅選委都全數投票支持梁振英。兩大建制派又會唔會有人加入新嘅管治班子呢？佢哋都話唔排除有呢一種可能。如果政府有需要我哋推薦，咁我哋都會願意做嘅。收到我哋咪去考慮咯。睇下佢需要有邊類嘅人才，我哋有冇呢啲合適嘅人才？有，我哋咪推薦咯。根據以往嘅合作模式咧，同政府合作模式咧，咁譬如話一般行政會議啦，咁我哋都有代表可以加入去，即係幫手出謀獻策啊，又或者係呢個中央政策組啊，咁呢一啲即係智囊模式嘅架構咧，我哋可以起到啲作用啦。相反，拒絕投票俾梁振英嘅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就話，同梁振英嘅理念有差距，但自由黨唔會成為反對黨。理念係遠，但係唔係完全一個南轅北轍。我哋只係好多商界都會擔心，因為佢係梁生都係表示咗佢係會參與2017嗰個。即係佢會爭取連任嘅，咁變咗咧，我哋會有個擔心，就係話呢幾年會唔會佢走民粹嘅路線呢？佢係絕對佢過去嘅政綱言行都會俾到我哋呢個咁樣嘅擔心。咁會唔會係亂派錢去爭取民心呢？而泛民就擔心梁振英當選之後，特區政府嘅自主同管治威信都會受損。特別係佢一當選就立即到訪中聯辦。我覺得佢咁高調去向公眾顯示佢入去同中聯辦傾咁耐呢，其實係企圖常規化香港特區政府同埋中聯辦駐港官員嗰個工作關係。其實如果真係要傾上去北京接受任命，我哋過往見到曾蔭權當選嘅時候呢，都係唔需要咁耐時間，亦都未必需要親身去。泛民都話未來會小心監察新政府嘅施政。亞洲電視記者黃翠芝報道。國務院港澳辦祝賀梁振英當選第4任行政長官，負責人話已經收到選舉報告，正履行任命程序。港澳辦對新一屆特區政府同埋香港未來充滿信心。駐北京記者黃慧如報道。國務院港澳辦負責人接受新華社訪問，祝賀梁振英當選為第4任行政長官，指出今次選舉係按照基本法同香港特區嘅選舉法律進行，體現咗公開、公平、公正嘅原則。港澳辦收到特區政府呈報嘅選舉報告，正係履行緊有關任命嘅程序。當中又提到，相信梁振英就任之後，一定能夠帶領特區政府同團結社會各界人士，將香港建設得更加好。又指對新一屆嘅特區政府同香港未來充滿信心。根據慣例，行政長官選舉完成之後，當選人隨後會到北京接受任命。曾蔭權喺07年3月當選第3屆行政長官冇幾耐，就到北京接受任命。梁振英短期之內會到北京接受國務院頒發嘅任命狀，估計佢到時亦都會同中央領導人會面。亞洲電視駐北京記者黃慧如報道。先休息一陣，咁翻嚟會報道。張岳冇回應會唔會留任，而曾鈺成就話冇人邀請佢加入新政府團隊。
奧巴馬同胡錦濤喺南韓見面，討論北韓下個月發射衛星計劃。中國希望各方冷靜克制。繼續新聞時間，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之後，佢嘅管治班子點組成受到關注。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冇回應會唔會留任。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話冇人邀請佢加入新政府團隊。朱茵培報道。現屆嘅政府官員有幾多會喺新政府留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喺一個場合被問到會唔會留任，佢冇回應，只係話會做好手上工作。現時我嘅工作當然要做好呢一任政府即係餘下嘅工作啦，包括仲有3個多月啦。咁另外當然咧，我哋亦都係同特首一樣咧，我哋係要配合下一任政府嗰個成立。我相信即係佢會有一定嘅即係選擇咧，選擇佢嘅班子，所以我就唔會評論我自己嗰個去向啦。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出席完一個論壇之後，亦都冇回應去留問題，只係話會配合新舊政府交接。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同樣被問到會唔會加入梁振英嘅團隊。無論喺先呢個階段，即係整個競選嘅過程裏邊，抑或咧係由昨日中午即係宣佈咗呢個選舉結果之後，到現在係冇任何無論梁振英先生又好，或者佢嘅佢周圍嘅朋友都好咧，從來冇人有任何嘅提示。話會揾我或者揾任何民建聯嘅人係加入呢個新嘅政府。對於梁振英被指低票當選，認受性受到質疑，曾鈺成唔認同，佢亦都唔認為今次行政長官選舉有唔公開、唔公平嘅情況。對於為基本法23條立法，曾鈺成認為係香港嘅憲制責任，相信如果政府再提出，會識得先爭取市民嘅支持。亞洲電視記者朱茵培報道。梁振英當選之後，佢會點樣組成管治班子？未來佢同各個政黨合作又會係點呢？今晚 ATV 焦點會同大家講下㗎。一批街工嘅代表到舊政府總部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外請願，要求梁振英增建公屋。示威者喺梁振英離開嘅時候突然衝出馬路，企圖攔截佢嘅車，表達訴求，被警員阻止。街工嘅代表不滿梁振英冇理會佢哋，要求同梁振英會面，又話梁振英以往經常會落區了解民意，但當選之後態度轉變，對此感到失望。行政長官選舉結束之後第一個交易日，港股缺乏方向，恒指幾乎冇升跌。投資者入市態度審慎，恒指全日反覆上落，收市報20,668點，升唔夠1點，成交縮減至442億元。選舉之後呢，市場預期本港房地產政策未必會大變，本地地產股顯著做好，新世界發展同埋信和置業表現最突出，升近4%，係全日表現最好嘅兩隻藍籌。長實呢亦都升超過2%。中資金融股普遍偏軟，建設銀行嘅業績差過預期，股價跌1%；農業銀行跌超過2%，中人壽公佈業績前靠穩。而匯控股價偏軟，中國移動呢就靠穩。中美領袖喺南韓舉行峰會，討論北韓下個月發射衛星計劃。中國認為目前朝鮮半島嘅局勢非常複雜敏感，各方要保持冷靜克制，避免激化矛盾嘅。美國就話呢對北韓冇敵意，但北韓必須放棄核武器。咁又警告平壤唔好挑釁，否則會受到孤立。孫少勤報導。正喺南韓首爾嘅國家主席胡錦濤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喺出席核安全峰會之前舉行雙邊會談。胡錦濤首先話好高興同奧巴馬喺首爾再次見面，呢個係佢哋今年嘅第一次會面。奧巴馬就話呢個係一個機會，中美領袖討論到核安全等問題。消息透露，佢哋講到北韓同埋伊朗核問題，美國希望同中國合作，尋求有建設性嘅解決方案。喺中美關係方面，奧巴馬就期待擴大中美貿易，促進互利關係，進一步發揮兩國之間嘅經貿潛力。
胡錦濤較早之前同南韓總統李明博會談嘅時候強調，最近朝鮮半島局勢又出現新嘅情況，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而家嘅局勢非常之複雜敏感，唔希望睇到嚟之不易嘅朝鮮半島緩和勢頭發生逆轉，各方要保持冷靜克制，避免激化矛盾，並且喺呢個基礎上尋求妥善解決問題嘅辦法。外交部發言人就冇評論中國係咪多次要求北韓停止發射衛星計劃。另外，奧巴馬較早之前喺首爾外語大學發表演說，佢話美國對北韓並冇敵意，但係北韓就必須放棄核武器。佢警告平壤唔好挑釁。Your provocations and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have not achieved the security you seek. And know this, there will be no rewards for provocations. Those days are over. So to the leaders of Pyongyang, I say, this is the choice before you. This is the decision that you must make. Today we say, Pyongyang, have the courage to pursue peace and give a better life to the people of North Korea. 除咗北韓，奧巴馬亦提到伊朗核問題。佢話西方社會願意透過外交途徑嚟到解決，但係時間緊迫，希望伊朗唔好再拖延。亞洲電視記者孫兆勤報道。南韓首爾核峰會召開，50幾個國家領袖同埋代表聯同4個國際組織商討加強核安全。南韓同埋美國軍方就證實，北韓搭載衛星嘅火箭運抵發射場比預計早，相信係要趁住核峰會宣示發射衛星嘅決心。姚潤發報導。核峰會喺當地下晝開幕，東道主南韓總統李明博逐一歡迎與會嘅各國領袖同代表。1連2日舉行嘅核峰會深入討論防範核恐怖主義活動、打擊核材料走私、確保核設施安全等等嘅問題。會上亦都會回顧2010年華盛頓核峰會之後，國際社會喺核安全領域取得嘅進展。中國代表團會前表示，中方堅決確保發展中國家有權利和平使用核能，又表示中方同國際原子能機構合作，建設核安全保護培訓中心取得進展。現在呢，整個的這個安保中心的整體的方案已經正在審批過程中，它裏的這個規劃，包括要建在什麼地方的場址都已經落實，我估計呢可能在近期之內很快就會進入了正式的建設階段。至於北韓決定下個月發射衛星，成為峰會嘅焦點議題，南韓傳媒引述美韓軍方證實，北韓已經將衛星運載火箭運送到西北部嘅導彈發射基地，比預期時間更加早，相信係趁南韓舉行峰會嘅時候宣示發射衛星嘅決心。南韓軍方警告北韓，如果發射衛星火箭飛越南韓領空，會將佢擊落。而日本最快喺星期5宣布下令籌備部署擊落北韓嘅火箭。亞洲電視記者姚潤發報導。陣間返嚟會報導。港鐵將會連續3年加價，加幅又高，學者建議可加可減機制計埋盈利。又會講下學生點樣應付禮拜3開始嘅新一屆新高中文憑試。繼續新聞時間，港鐵連續第3年加價，喺可加可減機制之下，今年嘅加幅可以達到 5.4%。咁推算乘客每程嘅車費加大約3毫，幅度可能會係過去幾年嚟最高。張建業報導。可加可減機制嘅計算方式係按每年12月嘅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同埋每年第4季嘅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變動運算。喺機制下，整體票價調整幅度規定為 0.5。根據統計處公佈，舊年12月嘅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係 5.7%， 加上啱啱公佈嘅名義工資指數按年變動係 5.1%， 計算出港鐵今年調整票價嘅加幅可以達到 5.4%。今次係港鐵連續3年加價，加幅有機會係過去幾年嚟最高。我哋就會喺大約5月底呢，就正式宣布新嘅票價。同埋亦都會喺同一時間呢，我哋會宣布2012年嘅新一輪車費推廣計劃。按照現時港鐵每日乘客量達到400萬人次，每個乘客嘅平均車費係6個7毫半。如果加價 5.4% 嚟推算，平均每程就要加3毫4仙。推算港鐵每年可以多收5億。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鄭家富批評港鐵喺有盈利嘅情況底下仍然加票價。港鐵咧，大家都知道呢個可加可減機制，不幸嘅就係同巴士嘅不同，呢個就係唔公道啦。點解賺百幾億嘅港鐵，大部分都係嚟自佢嘅票價同埋佢嘅地產嘅物業嘅得益，竟然賺咁多呢？自動加價，佢都無需要同你討價還價。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機制係要盡快檢討之餘呢，亦都希望嗰個票價穩定基金呢係能夠落實。佢要求港鐵暫緩加價，同埋盡快檢討制定票價機制。亞洲電視記者張建業報導。喺可加可減機制之下，港鐵將會連續第3年加價。今次嘅加幅更加係機制實施以嚟最大嘅一次。咁有學者就建議修訂可加可減機制，將港鐵嘅盈利亦都計算在內，相信有助穩定票價。李思敏講下。港鐵年年賺大錢，票價加完又加，市民有啲咩睇法呢？唔接受嘅，但係我可以點呢？除非我唔搭地鐵，我唔用交通工具嘅啫。咁就算揸車油價都係咁貴噶，基本上除非我行路咯。咁如果唔係，咁我做唔到啲乜嘢噶。唔減都唔應該再加啦，賺咁多，咁你又冚唔到個通脹呢？咁打工都冇加到咁多啊！港鐵由幾年前開始，每年都會按可加可減機制調整票價，主要根據對上一年最後一個月嘅通脹率以及最後一季嘅運輸業工資計算。有學者認為呢一種方程式有問題，應該加入港鐵嘅利潤一併考慮。應該就考慮翻間公司佢本身嗰個盈利水平，或者呢係會參考翻一種嘅利潤管制上面嗰個上限啦。而且我哋要明白咧，我哋唔可能呢係唔俾佢賺錢嘅，因為佢賺錢係應該，亦都佢要有一個合理嘅利潤水平，佢俾到佢有個誘因啦，去提高佢自己嘅服務水平喺度。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兩者取個平衡呢？呢個係一個討價還價嘅過程。至於應唔應該將港鐵私有化以穩定票價，蘇慧文認為唔可行，因為會涉及巨額公帑並唔划算。亞洲電視記者李思文報道。啟德河改善工程正式展開，咁總工程費達到16億元，將改善排洪能力，減低附近民居受水浸影響嘅機會。咁工程預計2017年中完成。林永文報道。呢度就係啟德河上游近黃大仙蒲崗村道。舊年10月底，渠務署開始綠化上游，又喺河嘅旁邊地底起一條長400米嘅雙型暗渠，提升排洪能力。整條啟德河長2.4公里，直接貫穿啟德發展區，分開上、中、下游，經過蒲崗村道、東光道同太子道東。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話：有助帶動區內發展。啟德嘅發展區亦都會透過呢條美化咗嘅啟德河呢，係增添嗰個活力。咁我哋透過增添咗活力嘅啟德發展區呢，又會帶動起動九龍東。渠務署指工程可以大大舒緩區內受水浸嘅威脅。當我哋完咗工之後呢，我哋預期呢，就呢度嗰個水浸風險呢會大大舒緩嘅。咁我哋亦都預計呢，喺做完呢個河道之後呢，我哋嗰個水浸風險呢，就附近嘅水浸風險呢，係減去到少過1現50年一遇呢個咁樣嘅防洪水平。啟德河嘅中下游部分，當局話已經開展咗設計工程，希望可以喺2013年動工，2017年完成。亞洲電視記者林美文報道。新高中文憑試嘅主要科目禮拜3就正式開考，唔少學生都擔心適應唔到新嘅考試模式，會影響成績。咁有學校特別將課室開放到夜晚，俾考生自修同埋補課，方便佢哋備試。伍慕蓮報道。做練習、溫故知新，有疑難就即場請教老師，有需要更加可以約埋其他同學揾老師補課。為咗協助同學應付新高中文憑試，呢間中學過去半年嚟，每日特別開放2個課室俾考生溫習。好緊張，因為咧就第
第一次經歷咁大型嘅考試。學校有啲老師喺度啦，然之後就可以問下佢哋啲意見啊，或者即係做佢派啲卷俾我哋做啊，然之後做完之後可以問翻佢哋有咩錯。譬如翻嚟温書講下點樣温啊，大家温嘅方法唔同啊嘛，可能個重點唔同，講下大家嘅唔同嘅優點，互補翻自己不足啊嘛。老師亦都額外預備筆記同埋模擬試題。我哋都會就翻細路仔個能力嘅咁樣。咁譬如有啲細路仔佢哋個能力係比較強啲咧，我哋會推動佢多啲去試下多啲唔同嘅題型啦。咁但係如果有啲細路仔嗰個能力係可能比較弱少少，我哋就會操多啲去其中一兩個即係分題，即係俾個安全感佢哋多啲咯。因為始終佢哋第一屆。校方亦都特別安排減壓聚會等等，兼顧學生同埋老師嘅需要。喺學校嘅環境咧，佢哋熟嘅，咁就老師又經常可以好方便咁去即係去問候下佢啊，噓寒問暖啊，甚至睇下佢讀書，喂，而家讀成點啊你哋咁。我希望老師咧就佢喺嗰個嘅工作量上高咧，可以專注淨係喺學生身上高，所以喺會議嗰啲情況咧，我盡量減省會議。校方就話，隨住文憑試逼近，會按需要彈性調動課室，最多會開放10個課室，方便學生以小組形式自修同埋補課。亞洲電視記者吳慕蓮報導。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通過調高下年度公屋輪候冊3人或以上家庭入息上限。3人或以上家庭嘅入息上限平均增加7.7%，1至2人家庭嘅入息限額就維持不變。而喺小組開會之前，一批公屋聯會嘅代表去到房委會嘅總部示威，佢哋不滿有關安排，認為自從去年最低工資實施之後，唔少1、2人家庭嘅月入超出現時申請公屋嘅入息限額，被踢出咗輪候冊。咁擔心如果唔提高佢哋嘅入息上限，會迫使到部分家庭成員放棄工作，從而換取申請公屋嘅資格。商人陳振聰被控偽造遺囑案，佢申請永久終止聆訊。陳振聰同太太晏晝去到東區裁判法院出席聆訊，代表佢嘅資深大律師向法庭申請永久終止聆訊，指當日遺囑送去政府化驗所驗指紋嘅時候，拒絕辯方律師監場，而化驗之後嘅遺囑受損，認為對被告唔公平。控方就認為申請理據不足，裁判官要求辯方下個月16號之前提交終止聆訊嘅具體理據。控方最遲下個月30號要回應。案件將會喺5月14號初級偵訊。俊美學校前校監梁淑貞被控2項欺詐罪，佢否認控罪。梁淑貞涉嫌喺2007年向學生家長虛假表示，同宏爵國際學校合併嘅先決條件係必須購買宏爵嘅荃灣校舍，誘使家長借出25萬元。另一項控罪就指梁淑貞向另外1名嘅家長虛假聲稱當時嘅宏爵學生已經購買學校債權證，若果因為兩校合併而有宏爵學生離校，學校必須贖回債權證，否則唔俾新生喺07年9月開學，誘使家長借出20萬元。控方撤銷1項盜竊罪，雙方會傳召唔多過13名證人。國際消息，日本東京電力公